接着将镜头转到香港，我们要带您看到成千上万个香港市民在昨天上街，向共产党洗脑式的国民教育发出怒吼。香港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在昨天发起了反洗脑教育大游行，一共有9万人参加，许多家长是带着子女一起参加，反对中共式的洗脑教育，同时也要求中共当局立即撤回所谓的国民教育科。有30多个团体发起的反国民教育大游行，下午3点由维多利亚公园出发，主办方特别安排有10名思潮学生和家长领头，沿途不断高喊口号。由于天气炎热，主办方沿途设置3个接站，提供给家长和带来的小朋友能够中途休息。除了教师、学生，更多的家長帶同子女前來，他們都為了一個共同的目的。唔希望我個女第日以為一黨專政係好嘅，亦都唔希望佢以為6·4冇死過人，亦都唔希望以為共產黨就係等於中國。一黨專政咧，簡直係禍國殃民嘅最大嘅惡法嚟㗎。全個中國人民咧所受嘅災害咧，都係因為一黨專政造成嘅。所以咧，佢而家要我仔女咧要去支持一黨專政啦，我係唔可以接受嘅。我哋希望下一代嘅教育咧係唔係單一嘅灌輸啦，係由多方面嘅思考啦，俾佢哋提供一啲事實同埋能夠令佢哋自己獨立咁去判斷啦，啱定錯啦。許多小學生也說出自己的心聲。反國民教育咯。點解要反對啊？淨係講好嘢唔講壞嘢咯。啲咧只係講啲好唔講啲壞，又要講愛黨嗰啲咯。你覺得點樣？咁樣點樣？因為共產黨嗰啲只係嗰啲貪污嗰啲高員咯。遊行隊伍龍頭下午4點多抵達政府總部，龍尾則晚上7點半才到。主辦方宣布有9萬人參加。咁我呢個數字咧，亦都反映咗其實有好多家長啦，即係教師啦、有學生咧，其實好憤怒。我諗呢一個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警號，係俾呢一個嘅政府嘅，就係話如果佢唔撤回嘅話咧，佢將會咧係受到更加大嘅挑戰。新唐人記者林秀儀在香港報道。